漳市今年第3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10月7号将伫自由工商登场。其中委托为了感谢协办单位以颁发感谢状，到时将有81间厂商提供4211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7成的薪水拢有3万以上，希望互民众伫台南食好头路，过好生活。请启动。好，我们看到市长呢带领我们求职朋友、劳动朋友就业一路发。不过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加受到风台影响，市长嘛要求相关单位建议线顶面市顶服务，互来自全国民众袂因为风雨，拢会当顺利找头路，企业找好人才。尤其现场有很多，包括现场的抽奖啦，包括线上的面试啊，这些都是方便很多求职者他的一个这个求职的方式，也方便在外地的北漂的台南的民众，或者是在外地的民众想要在台南尝试有没有机会开拓自己人生的职业的时候可以做的哈，所以我们很欢迎大家一起来，不管你在台南在地或者是在外地，都欢迎来参加我们第3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除了线顶面试，也有职业咨询、理发、水当当以及投履历有上好康加摸彩机会，欢迎想要找头路、换头路的民众把握机会。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